大家平安，又过了1个礼拜了，好开心！我们又要一起来参加亲子礼拜。在亲子礼拜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。虽然疫情让我们在家里，在线上的学习，感谢你的带领，让我们一路都是平安的。不管在线上的学习，在家庭的生活，都有主你与我们同在的喜乐与平安。我们现在要开始今天的亲子礼拜，要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恳求天父，让我们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，也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天父爸爸的手中。孩子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要一起来读经哦。我们的约翰福音第3章16到21节已经读了一阵子了，相信小朋友你们一定能够很熟练的再把它读出来。今天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小朋友来参与在我们的读经当中，用咱的台湾话来把圣经读出来。好，咱做伙来看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21节，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手赐世间，互囝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袂得到永远。伊疼世间到安尼，因为上帝生囝伫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互世间对伊得着救。信伊的人无受审判，毋信的人已经受审判，因为伊毋信上帝独生囝的名。所审判的，就是光伫世间，也人爱红较过头的光，因为伊所行是歹。囝若做歹的，怨恨光，也毋就阮光，行了伊的所行受责备。独到行真理的人就阮光，来显明伊的所行是伫上帝来行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21节，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手赐世间，互囝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袂得到永远。伊疼世间到安尼，因为上帝生囝伫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互世间对伊得着救。信伊的人无受审判，毋信的人已经受审判，因为伊毋信上帝独生囝的名。所审判的，就是光伫世间，也人爱红较过头的光，因为伊所行是歹。囝若做歹的，怨恨光，也毋就阮光，行了伊的所行受责备。独到行真理的人就阮光，来显明伊的所行是伫上帝来行。小朋友大家好，这一周我们的主题以基督为榜样，我们要来唱一首歌。这首歌可能有些小朋友唱过，但也有些小朋友没有唱过。它叫做《把冷漠变成爱》。那现在呢，我等一下会直接唱2次。第1次的时候可以先听我怎么唱，第2次的时候请小朋友跟我一起唱哦。世界
作。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们、家长们，大家平安。现在是信息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翻开圣经的腓立比书第2章1到5节。腓立比书的第2章1到5节。如果找到了，那让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在基督里，若有任何劝勉，若有任何爱心的安慰，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，若有任何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志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致的心思，一致的想法，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。凡事不可自私自利，不可贪图虚荣，只要心存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看完这段圣经，我们可以来想一想，究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基督耶稣里面？如果有，那么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坚强起来呢？基督的爱有没有鼓励我们呢？我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相通呢？我们之间，一家人之间有没有用上帝的爱来彼此相爱呢？回到圣经里面，想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找一找，在刚刚的这一段圣经内容当中出现的哪一些同样要点点点点点点，还有哪一些不要什么什么什么的内容，大家都找到了吗？在这一段内容当中提到了要意志相同，要爱心相同，
要有一致的心思、一致的想法，只要心存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还有要顾别人的事。那不要的部分有提到哪一些呢？提到了不可自私自利，不可贪图虚荣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。最后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做一个结论。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腓立比人们、腓立比的基督徒的书信，想要表达保罗对他们的信任，还有关爱，还有喜乐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还会喜乐？应该是要很难过、要很哀伤的才对吧？但为什么他开心了起来？你们想到了吗？原来是保罗他所看重的并非自己，还有他的处境，他所看重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他知道腓立比人可以将福音广传出去，所以一面提醒他们该注意的事情，也一面的表露出他的喜乐。而腓立比人们也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，用爱与关怀来照顾供给保罗他在监狱里面的需要。在他们这样子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学习之下，他们互相的彼此安慰，彼此的关心彼此。反观我们的处境，我们现在的生活模式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了很多的转变，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孩子们要远距线上的学习，所以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了很多。而这样子的影响下，一家人之间的相处时间、互动和交流变多了很多。那么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是有加倍的喜乐，还是有更多的争吵呢？我们要如何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呢？有一首诗歌写道：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他的眼看世界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。如果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以基督为榜样，学习用耶稣的眼光看这个世界。而这样的眼光不仅能看见那些边缘人的需要，还能够心存谦卑的去同理他们，更去帮助他们。或许有些人说现在不能出门，不能去关心他们，不过我们可以从家里开始，让我们从在家里与家人的互动开始重新学习，以耶稣为我们的榜样。也或许我们可以用电话去联络那些很久不见的远房亲戚、爷爷奶奶们，关心他们，或是放下正在滑的手机、正在玩的游戏，去看一看，去留意身边的家人有什么样的需要，让我们从座位上起身，成为基督的精兵，成为基督的勇士。让我们不再只是以自己的需要为重，而是开始留意身边的人，并且让基督成为一家之主，让一家成为基督信仰的生命共同体。如果耶稣基督就在你家中，你会从何处开始转变家里的生活呢？我们一起来读金句，用台语来读。恁就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。再一次，恁就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。我们用华语来读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的看顾和保守，我们得以在此聚集礼拜。
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语，也认识保罗与他所写的书信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学习以你的心为心，成为好榜样，不自私自利，只顾自己的事，而是愿意谦卑自己，看见他人的需要，同时给予恰当的帮助。愿你激励我们，也让我们在疫情之下有平安和喜乐。孩子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阮伫死的爸，愿你的名小，你的高领教，你的旨伫你正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我的日心惊你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抵带阮伫日刺，着对阮拖入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各位小朋友，现在是我们报告的时间，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来报告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到教会来进行实体的礼拜。那记得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9点，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准时参与我们主日学的线上礼拜。另外，我们还有台语礼拜及华语的礼拜，分别呢是在早上的9点跟10点45分。在礼拜3，还有我们的线上巴克里学堂，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参加。我们没有办法实体聚会，小朋友可以将每个礼拜的奉献投到你们的小猪铺满里面。等到我们可以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再邀请小朋友把你们的小猪铺满，里面你们要对上帝感谢奉献的金钱带来教会。我们疫情的关系，教会决定要取消今年的夏令营活动。本来有报名的小朋友，教会会将全部的报名费用退还给你们。请家长协助提供你们邮局的账号，让教会这边可以方便退款给大家。这个礼拜读经的范围大家还记得吗？腓立比书第2章1到5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1到5节。欢迎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，平常在家里面可以继续的来阅读经文。好，从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9点半会进行国小的低、中、高年级视讯的分享活动，欢迎小朋友可以准时的参与。下个礼拜就是我们这一季最后一个主日，我们会进行线上的庆生会，大家下礼拜要准时一起上线，一起做礼拜哦。疫情的期间没办法来到教会做礼拜，但我们会继续透过网络的方式，一起在线上敬拜上帝。邀请家长可以在我们东门喜洋洋的赖群组，为小朋友留下参与礼拜的记录哦。
好的，各位亲爱的小朋友还有家长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又再一次在线上一起做礼拜。我们要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上帝继续保守我们在未来一个礼拜当中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，然后为整个台湾在疫情的过程当中也都能够得到平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爱我们，让我们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出门，但是通过线上的方式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也一起做礼拜。感谢你让我们通过线上亲子礼拜的方式，让我们能够彼此分享。愿你就大大的祝福在我们每个家庭，祝福在每个小朋友身上，让我们每一天都有喜乐的心，每一天都能够有新的学习。也愿你祝福，让整个台湾的疫情能够很快的得到控制，让每一个人在你里面都得到身心灵的平安。我们把这一切献上仰望、感谢、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嗨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这一周呢要进行的活动，会需要用到这些东西，至少要有一支笔，然后还有这一张表格呢，其实可以自己写，也可以列印，都没关系。那9宫格上面每一个格子里面是一个圣灵的果子。小朋友还记得我们在这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有背过圣灵的9种果子吗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跟节制。好，那因为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以基督为榜样，我们会从这个基督的耶稣的身上发现，他的榜样就是有包含了这9种圣灵的果子。我们今天就是要以基督为榜样，我们也要目标就是要去学习，然后去获得这些圣灵的果子。那这个游戏呢，现在简单的来说明一下。除了这一张纸会用到以外，我们呢会把这9个圣灵的果子分别写在小卡上面，所以我们会有9张小卡。好，那我们的卡片背面呢，还要请大家做一点小小的记号，比如说它的正面长这样，那你用这种翻转方式到背面的时候，请在这边画上一个向上的箭头。那这9张卡片呢，都是这样子做画上一个向上的箭头。好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会需要这个箭头来告诉我们要怎么把它翻起来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游戏跟宾果会有一点像。然后会需要2个人，所以我要请我的小助手来帮我坐在对面的位置上。好，那我们的卡片呢，把它盖起来，散落在这个桌子上面。现在我们两边呢，就是从这盖着的9张牌里面，各自挑一张出来。挑的时候呢，要请大家注意哦，这个箭头呢要朝着上方，朝着上方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以这个状态，然后自己不要看到这个牌的内容，直接的拿到自己的额头上面，然后维持这个动作，不要动好，所以我现在看不到我自己头上的牌，但是我看得到对面的人头上的牌。好，那对方也是一样的。好，那现在游戏就可以开始进行了哦。我们就是轮流讲圣灵的果子，然后只要有，比如说我讲出来的那个果子呢，刚好就是我头上这一颗，那么我就能够拿到这颗果子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，那就从我先开始好了。问对方，我头上的果子是仁爱吗？不是。好，喜乐。你头上的果子不是喜乐。好，再来，和平。不是。忍耐。不是。恩慈。是。好，因为我头上的果子是恩慈，我们就拿到了这颗恩慈的果实。
接下来我要再拿一张新的卡片，一样哦，箭头朝上，然后直接的拿到自己的额头上面，不要偷看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会在这边做一个记号，代表恩慈已经拿过了。好，那因为刚刚是我讲，最后讲，所以现在轮到对方讲。信实不是，节制不是，温柔不是，良善不是，仁爱不是，喜乐不是，和平不是，忍耐不是，信实不是，节制不是，温柔不是，良善。不是。好，这时候如果你发现已经进行了好几轮，好像都没有喊对的话，我们就调换这个喊的顺序。比如说刚刚最后我喊了良善，本来应该是换对方继续喊，但是呢就是我们就调换，就变成我继续再喊一颗，然后再重新轮。所以我们现在喊完良善，我们要重新轮到这个，所以我换我了。那仁爱，对，好 ，OK。那我们就拿到了仁爱的果实。好，再来换你。喜乐不是，和平不是，忍耐不是，信实不是，好，信实 ，OK， 把信实划掉。好，再来换你。节制对。好，换我温柔。不是，良善看不到良善，不是，喜乐不是，和平不是，忍耐不是，温柔不是，良善不是，喜乐不是，和平是。好。好，再来换你。忍耐是。好，换我。温柔是。OK， 很好。那换你。良善对，是没错，是良善。好，那今天剩最后一颗了，我就是喜乐。好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完成了圣灵9个果子冰果，那就代表我们跟随基督的榜样去学习基督耶稣身上的这9种特质。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游戏呢，我们可以重新的再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呢，将这个圣灵的9颗果子当做我们生活当中的榜样去学习哦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拜拜。